唔係得大阪 C 有得玩 4D 嘅，喺廣州都有得玩啊！呢部 4D 時光機帶你穿梭現代同埋古代嘅時空，佢個大型屏幕令你好似去咗二次元空間咁樣。唔係講笑，真係有水噴出嚟㗎，幾廿蚊就有個咁嘅體驗，你咪話唔正？玩完可以靜一靜，去附近嘅美術館嗰度欣賞下啲展品。佢入面有一個展館係用投射方式嚟去展示出嚟嘅，令觀眾喺眼球上面有一種另類嘅體驗。當然啦，佢亦都會有一啲古代文物俾大家欣賞下嘅。呢個美術館係用一個圓柱形嘅概念去設計，放個鋼琴嘅中間，間唔中有一啲年青人過嚟彈下演奏下，感覺就好似開緊個迷你音樂會咁樣啊！喺廣州仲俾我發現到呢度有一間寵物店賣好多奇珍異獸，有鱷魚、蜘蛛、蛇、青蛙、壁虎，職員仲會攞出嚟俾你感受一下。中意奇珍異獸嘅你，不妨可以去呢間鋪頭嗰度體驗一下。放假諗唔到去邊玩，等我 Linus 拉住你，馬上去玩。完。